咁啊，比賽開始咗啦。咁喺800米嘅決賽當中咧，運動員咧需要一開始嘅時候跟翻住自己嘅線道去跑。跟住喺過咗雪糕筒嘅位置咧，運動員咧可以慢慢去吸翻去內線嘅位置啦。咁啊，而家領先緊嘅咧係嚟自中國香港田徑隊嘅林詠芝。緊隨其後嘅咧係兩位嚟自韓國嘅運動員。咁喺呢場賽事當中啦，韓國嘅運動員Won Jin Yang 呢，佢嘅個人 SB 嘅成績呢係跑到2分08秒90㗎。咁啊，成績係比較超班啊！喺呢一組當中，咁啊睇下林詠芝嘅開圈呢，啱啱係大概用咗1分06秒啫。咁啊，見到啊韓國運動員喺後邊開始追上嚟啦。咁啊，鐘聲響起呢，代表運動員已經進入最後一個比賽圈。咁啊，睇下林詠芝可唔可以咧跟住呢一位韓國運動員跑呢，帶快自己，亦都可以咧做到自己今季甚至乎係佢嘅個人最佳成績啊！咁啊，領先緊嘅係Won Jin Yang嚟自韓國，第2位呢就係我哋中國香港田徑隊嘅林詠芝。咁啊，率先衝過終點嘅呢係Won Yang-jin，時間係2分19秒正。咁啊，第2名衝過終點嘅係中國香港田徑隊嘅林詠芝。咁啊，現場呢即將會進行係男子公開組3級跳嘅決賽。運動員包括吳嘉林、屈臣氏田徑會、梅樂妍、屈臣氏田徑會。